我们人呢，不应该有仇恨的心，因为我们到最后临命终的时候，这些外在的一切，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带走的。不管对方好与坏，你是结善缘或者结恶缘，如果你切不断、放不下，往往会自找麻烦，给灵魂上面带来很大的负荷。所以我们必须要谨记在心。师父借用这个机会，简单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这是真实的案例。我们清朝圣祖拜义林为国师，这是我们历史上的记载，大家都家喻户晓的一件非常盛大的事情。但义林国师却是有一段少为人知的前世因缘。义林国师的前世也是一个出家僧人，但长相呢奇丑无比呀，令人望而生畏。有一天，一位施主到寺面里面来打千僧斋供养每一位僧人一件大袍、一双罗汉鞋及一些日常的用品，另外再加上2锭银元做一般出家僧人的零用钱，并亲自替每一位僧人穿上这个大袍，把每一位僧人当成正国的阿罗汉这么来供养他们。可是当供养到义林前世僧的时候，这个施主被他丑陋的相貌吓了一大跳，不肯为他穿这个大袍，只请他说你自己去领取供养品。义林国师的前世僧受到这样的打击就跑去找住持老和尚说，老和尚，我要赶快进入涅槃。老和尚就告诉他说，你这个时候不能入那个涅槃，如果你因为受到这个打击就入涅槃，你的来生会有可怕的因果等着你。你不妨先到斋堂，在你的座位底下掀开那个砖头来看一看。义林的前世僧到了斋堂，掀开了自己座位下的那个砖块，赫然看到一条小毒蛇，急忙的跑回方丈室向老和尚报告。这个时候老和尚告诉他说，你座下的那一条小毒蛇就是你怀恨入灭以后的来生了。等他长大以后，你因为怀恨那一位施主，所以会找机会报复，咬死他。也因为这个缘故，你又要再受无穷的这种恶缘果报，实在太可怕了。这时候义林国师的前世僧他说，老和尚，那我如今应该如何处置呢？老和尚回答说，你不妨息下一切恶的因缘，专心持诵药师经咒，好好的念佛，诚心的忏悔，你来生长相必定庄严，福慧增长。这个时候义林国师的前世僧匆匆忙忙的到大殿去，虔诚的向佛菩萨忏悔，并发愿生生世世要持诵药师经咒，然后精进的念佛。这个时候老和尚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就说了，你现在再去斋堂座位底下看一看刚才你所见到的那一条小毒蛇。于是义林的前世僧就到斋堂，掀开了自己座位下的砖块，一看，那一条小毒蛇已经往生了。各位，由于这个义林的前世僧努力修持药师经咒还有念佛的缘故，今生感得庄严的法相，并得到人王的礼义，拜为国师。由以上这个公案我们就能够清楚了解到，心念会造作一切烦恼起于分别心而分别心的根源就在于一念无明的妄动。所以我们应该时时保护自己当下的一念，念念归于至真至善至美的
境界。我们念头不能有仇恨心，如果一旦有仇恨心，你的恶言就没办法斩断，而且不断的发生。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来世会有这么坎坷，然后跟别人没办法比较，都是因为我们恶毒的念头在内心里面盘踞啊。所以我们应该将这种恶念赶紧消灭掉，以一种慈悲柔软的心性来对待大家。各位日后就充满无限光明。我们在这个地方奉劝所有听到这个公案的莲友们，我们大家赶快来学习，一步一步的把这种嗔恨心熄灭掉，自然你保存的善念，不但上天会来护佑着你，而且你的灵性上也跟佛心心相印，这才是我们修行的重点。感谢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感谢，南无阿弥陀佛。